疫情指挥中心伫5月初一解散咯，疫情马上已经结束。伫2020年疫情当个滚假的时，台湾历史博物馆有伫面册向大众来募集 COVID-19 有代表性的物件。2冬外来计共是收到300多件哦。最近嘛伫线顶会做展览，带大家来看过去2冬外来面对疫情的点点滴滴。 红纸黑字写的是疫情时期入庙的规定，阁有不少的老师将囡仔的心情联络簿啊变作疫情簿啊。若大家排喙暗的迄段时间，阁地头的药局上无用，有药局专工甲领喙暗的时间印伫衫顶悬。即马遮的物件拢收藏伫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。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维持迄个安全距离，每个人就距离1公尺这样排队。 但是有的人无法度接受，伊无领到伊会生气，所以我想讲既然咱一人爱讲这麻烦的，我就做一领衫爱穿咧，我就甲讲规定就是安尼，你就安尼领。 药局的头家表示，因为看到戴师傅咧收集疫情期间的物件，就想讲要留一个纪念，互时势大汉嘛通知影这段历史。2020年疫情滚假的期间，戴师傅嘛伫面册发起 COVID-19 物件收集计划，2冬多的时间收到300多件的物件，嘛甲中间院来合作，设影响甲实施网站，互民众通甲家己的防疫心情写落来，团结网站，记录这段大家共同的记忆。 伊伫咧思考一个代志，就是讲安怎帮台湾留，像讲咱即马拄着档案事件的物件，互后摆的迄个像研究者，还是后摆的子孙会当了解讲台湾这段时间发生啥物代志。即寡疫情期间收来珍贵资料，除了放伫博物馆收藏，部分嘛放伫国家文化记忆库的网站，举办线顶的展览。虽然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解散，不过这段大家做伙行过的日子，中间共苦的记忆袂无去。记者陈文曾准佑采访报道。